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沪指的走势跟咱们昨天节目说的是一模一样今天是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 1.45%， 深成指跌 2.62%， 创业板指数跌 3.91%， 北证50指数跌 0.75%， 全市成交额18633亿元，基本和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全市一共是4300只个股下跌，这个军工股领跌，芯片股还有这个 AI 比较活跃昨天节目里面我说了，今天这个股市很有可能要低开，然后是暴跌。那么今天沪指跌了 1.45%， 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因为下跌的加速非常多，所以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又是不友好的一天了。那么这个周末如果没有什么小作文，那么下周一这个跌幅很有可能要加大。大家可以看这个走势实际上就是一个跳水走势，下面至少还有一根中阴线呢，接下来就要考验3200点，也就是下一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跌下去之后恐怕还要弹一弹，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会，还有这个小作文会干扰这个市场走势真正的面临选择应该在12月10号前后，那个时候比较重要。这种走势如果你往坏处想对吧，这个炒股有一点概念的就容易看到它是个双头，但是至少你应该看到这个下跌不太寻常。这几天都是上午在震荡，跌的不多，甚至还走红，都是在下午开始跳水。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有很多资金选择离开，在选择离场。至于他们有没有赚钱咱不知道，应该是有一部分资金要撤离了。这两天网上有传言，这个游资和国家队和这个叫机构资金也就是那些基金发生严重的冲突。什么冲突呢？当然这都是传言也就是这个沪市快速到达3300点这儿震荡的时候震荡1个多月，这个垃圾股、重组股遭到爆炒，这个引起了这个机构的不满。这个有媒体报道这是财联社11月14日讯说，今天市场最热的小作文是所谓的机构举报游资。有小作文认为说券商接到监管窗口指导，认为客户就是游资涉嫌拉抬股价，再继续会被限制交易，由此引发一系列猜想，比如7连板以上的个股会触发严重集体罢工。最终有小作文疯传机构举报游资，并直指某央企投资平台。小作文的依据在于，该央企投资平台在今年11月5日与10余家机构联合倡议，当好央企价值发现者、传播者和长期投资者。不少机构人士第一反应是举报游资小作文和央企投资平台的联合倡议，这两件事相关。有业内人士分析原本是一个8天前央企价值研讨会，在几方传播之下，加上11月13日中字头上涨，成为舆论为找下跌理由的情绪口。有公募人士直言，事实上公募很少有定价权，在 A 股市场以散户为主的市场中，散户游资、ETF、险资等参与主体复杂多样，任何合力都有可能形成定价权，因此机构举报游资的逻辑也不成立。说通俗一点咱们说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些机构他们无论是在9月份对吧，还是更早，还是在10月份，他们都买那些中字头的央企甚至金融股对吧，他们主要炒的什么呢？一个是央企价值，就中字头的这个价值，一个是高分红。一方面中字头的还有这个金融股呢，国家队也在里面，所以这些股票本身就涨得很多，或者在前面跌的时候它没跌，但甚至有的股票在历史新高上面。所以你就是把嘴说破了，你让人去买，人家也不愿意去。为什么呢？人家资金都不傻对吧，你可以忽悠散户，你可以忽悠那金融消费者，你忽悠游资那不行。这游资比鬼都精，你把那游资你就想象着那个徐翔就行了，他怎么可能跑到你那个中字头什么银行股那接盘去呢？他拉那个股票，那正好你国家队对吧，你这个机构把货就出给他了，不就是接盘吗？现在这些股票是高高在上，就等着别人来接盘，但是这个市场也这么热对吧，现在又稳在3300点以上，这游资他也要吃饭了，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行情来忽悠，所以他们又把目光选中那些以前这个国家队机构资金上的那些 ST 垃圾股、重组股，那些股票都便宜1-2块钱，有的是3-4块，有的在退市的边缘，然后讲个故事他就暴拉
拉2倍，拉7、8个涨停板，然后再讲个故事出货，这一套就完了。哎，这个金融消费者跟风行了，对吧？这个游资啊赚到钱撤了，再换一个，而且它那个题材还轮动啊，今天是炒什么芯片股，明天炒什么军工股，哎，过几天炒重组，哎，再炒光伏。总之啊，你看这游资就在里面滚动。你看看啊，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每天的成交量都在1万亿、2万亿、3万亿，过去每天在4000亿、5000亿，为什么成交量能翻这么大？就是游资在里面反复活跃。这个国家统计局啊给的数字啊，10月份股票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增幅1.5倍左右，就增长1.5倍啊。那说通俗一点，就是早已埋伏在中字头还有银行股里面的这些机构资金、国家队，本来指望着这些散户啊、金融消费者来这儿来接盘的，来替他站岗的，结果啊，这些人被你游资吸到垃圾股上去了，这能行吗？这符合国家政策吗？啊，这符合什么价值投资吗？这符合耐心资本吗？这不行啊！所以这个机构资金啊就去告了御状，当然这是传言的啊。那上面怪罪下来，对吧？你这么炒不行，咱们要搞慢牛，然后就对券商进行窗口指导。但你们这个游资太活跃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把你们这个席位给你停掉。当然了，传的是有鼻子有眼，但是似乎逻辑是成立的，就是有没有这事咱不知道，但是感觉这个理啊，它是不是这么个理？也就是说，游资它不可能跑去炒你那个，你已经埋伏在里面，人家敢炒，一炒你正好趁机出货。所以说啊，通过这个小作文，你就知道中国的胡适啊，它到底是什么一个现状。所以天天喊什么价值投资、耐心资本，它有变化吗？30年从来没变过，就是一群赌徒在里面，赌徒在里面还争风吃醋，然后这个监管呢，不管还不行，管吧也是干预市场，但就这么个市场，老天天说要牛市，就我反正不太理解，你说怎么牛市，对吧？说来说去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杀红了眼的赌徒在里面，你想刮我一把，我想刮你一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都知道这个企业不行，里面都是在讲故事，是零和博弈，你赚钱我就赔钱，我赚的钱就是你赔的，所以大家才会敌对呀，对吧？蛋糕只有那么大，你分多了我就没了，对吧？你吃的那一块就是我的血。如果这个市场它真在造血，不停的在壮大，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对吧？咱们一起啊，无论你是游资还是散户还是国家队还是机构，对吧？一起享受这个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收益，享受这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估值在上升，要么分红的增加，大家通过上市公司自身这个运行状况越来越好而带来的收益，而不是靠讲故事，你蒙我，我蒙你，我从你那儿薅一把，我抢着了是我的，割韭菜的心态。你看现在为什么这样的小作文在网上传的这么厉害，就说明这些参与者啊，一个个的都是赌徒，赚不到钱，把责任就怪到别人头上。那更有意思的啊，这个有媒体报道啊，这个什么媒体还看不出来，叫财经新闻，说摩根大通控诉 A 股内资机构涉嫌操控市场，破坏自由交易环境。这个是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发的。2024年11月13号，北京摩根大通在最新发布的一份市场分析报告中，对 A 股市场的内资机构提出了严厉指控，称部分内资机构通过大额交易和市场操控手段影响市场行情，破坏自由交易的环境，并严重打击了散户投资者的赚钱效应。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啊，近期 A 股市场频繁出现大幅波动，尤其是一些热门板块的非理性涨跌，背后疑似存在内资机构的主导力量。这些机构通过大量资金操纵中小盘股，以人为方式抬高或者压低股价，造成市场异常波动，引导散户投资者买入，而在股价抬高后大幅出货，使得很多散户被迫高位接盘，蒙受损失。报告还提到，随着市场的波动性加大，一些内资机构逐渐引导资金流向大盘股，以分散风险。摩根大通认为，这种操作模式并非基于市场基本面，而是有意为之，以期让投资者跟随大盘股的上涨趋势，为其护盘，最终使得机构得以减持获利。摩根大通认为，这种做法严重打击了 A 股市场的公平性，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环境，也让散户的投资信心遭受打击。摩根大通警告啊，说市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操控状态，将会使国际投资者对 A 股市场失去信心，阻碍外资进入，并损害 A 股的国际形象。报告呼吁监管部门加大对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市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营造健康的投资环境。摩根大通还建议散户投资者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追随大盘股的
的短期展示，避免在不明朗的市场情形下被迫接盘，并谨慎选择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公司，以分散风险和提高投资回报。说实话啊，这个我怀疑它不是摩根大通的市场分析报告，这个恐怕是有国内的这个游资啊，或者国内这些做庄的借摩根大通的嘴说了一番话，把这个市场的下跌啊怪罪到机构资金头。这个被指啊向监管部门告状的机构资金出来辟谣了，没有所谓的告状。这个记者求证了解到，该误读与国兴投资于11月5号主办的央企价值投资研讨会有关，国兴投资等13家机构联合参与，要当好央企价值发现者、传播者和长期投资者。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这些赌徒啊，这些个人投资者如果不能被消灭掉，这个胡市走不好。2700点的救市啊，这确实值得商榷。对，如果再往下杀个几百点，对吧？基本上散户就差不多了。每天活跃的啊，追涨杀跌的就是这些散户。这些散户啊，都是非理性、无脑状态，所以游资就会利用他们。这个咱们在节目里一直反复说啊，各种骗局。上当的都是这些散户，为什么？他们拿个几万、10万、20万、50万的，就想进来就要财富自由啊，就要赚大钱，对吧？赚了10%不行，要赚50%；赚了50%不行，要赚100%，不劳而获。然后呢，首先他们就变成了别人行骗的对象。好，被骗完之后，然后他们进了市场，就开始啊，什么川大智胜，哎，特朗普的选情一高，川大智胜涨停；哎，哈里斯的选情一高，哈尔斯涨停。你说进这种，这比无厘头还要无厘头啊！你说这个全世界资本市场的奇葩，居然大家见怪不怪，还觉得挺有道理。然后沙普艾斯居然也来几个涨停，说要杀死特朗普，对吧？喜欢哈里斯啊，你说这叫什么事？纯粹就是拿自己钱开玩笑。完了之后让监管负责，那国家你得负责。这一次的分歧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机构资金跟游资两人尿不到一起，甚至以后成为对手盘，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而不是联合起来割这个散户的韭菜，对吧？玩机构资金的，你玩你的价值发现，对吧？什么，对吧？高分红，哎，游资你牛，你玩你的叫什么价值成长，对吧？你炒那垃圾股成长去吧，你炒那些充足股你成长去，唯独就是这些散户。如果散户被消灭完了，非常少，对吧？散户参入资本市场主要是通过购买 ETF、购买那个基金参与。那么你看这市场里面两大对手，你们要杀你们互相杀，都是机构杀机构，这就像三国里面一样，对吧？曹魏相争，这个蜀汉跟曹魏都是军事集团之间对峙，那个散户就是那个老百姓，这刘备一打不过，他就绑架10几万老百姓跟着跑。所以你看啊，这个游资和机构之间的矛盾呢，如果是真的话，你就发现了现在就是个散户在里面捣乱，因为大家都打着为中小投资者保障他们权益啊，实际上都在坑这个中小投资者。所以只要这些中小投资者都没了，也就好了，变成他们自己互相杀，不挺好的吗？这个美股啊，由于这个走了很长时间的牛市，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但是今天啊，有人说啊，美股的上涨并没有给美国低收入者带来什么受益。这个新浪证券刊发的啊，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美国是半数以上家庭都持有股票的股票大国，但如今很难用对股市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这样的形容了。究其原因，按收入来观察，美国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在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中，比例达到96%，几乎每个家庭都持有股票。但另一方面，在收入最低的最后20%的家庭中，只有17%的家庭持有股票。因此，在美国，即便股市上涨，也只是有钱人更加富裕，有钱人与下面阶层的贫富差距反而在拉大。对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家庭和收入最低的后20%家庭，每户所持股票的价值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差距从1989年的3倍扩大到了2022年的75倍。你看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股市的上涨，那简直是罪魁祸首。哪像我们30年坚持在3000点，按照以前的说法，对吧？我记得戴维老师说过，那美国就是不停的在积累风险，堆高风险，而我们是主动所为，对吧？我们坚持在这个地下室安全，我们也是主动所为，这是戴维老师的理论了，这样没有风险。那现在来看的话，戴维老师理论那就更有加了一个注脚啊。你看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美国为什么贫富差距大？就是那股市涨啊，股市越涨，它贫富差距越大。
社会的这个矛盾就越大啊，美国随时会崩盘，这一切都是美国股市涨啊导致的。美国低收入阶层并未从股市上涨中受益，贫富差距在拉大。照这个说法，搞得好像咱们低收入者从股市中得到什么收益一样啊，这就叫自欺欺人呐。昨天咱们说了那个中信的二股东，对吧？趁着现在行情好减持。今天啊，也有媒体报道，中金二股东叫海尔金银也在减持。海尔金银清仓中金公司，暴赚88亿，太好了。首先第一个，你看为什么他要从中金公司啊？这是券商啊，券商牛市的话，券商是龙头，券商后面高点还在后面，牛市啊，那为什么这个海尔金银清仓呢？他为什么不到后面高点卖呢？那只能说明这个海尔金银他不觉得这叫什么牛市，哎，趁现在赶紧卖吧，暴赚88亿。他这个钱从哪来的呢？海尔金银他是从中央汇金手上买的中金公司的股份，也就是说啊，中央汇金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减持了，把手上的这个中金公司股份卖给海尔金银，海尔金银手之后又暴赚一把，现在减持退出没了，还有很多人买这个龙头股啊，券商准备翻倍，准备牛市。你看前面大佬中央汇金，对吧？海尔金银人家都出了，还有人在这做梦呢。有时候国家队不停的减持，也导致这些游资非常生气啊。游资觉得自己在，对吧？那儿搞气氛组，对吧？又是拉这个又拉那个，又是搞7、8个涨停，想割点韭菜。结果你这国家队趁机啊跑路，对吧？我在这辛辛苦苦搞气氛，赚得3瓜2枣的，你那儿跑路了，这就是游资为什么要搞这个小作文的原因。因为国家队一跑路，它股市就跌啊，股市一跌，那游资就容易被套住啊。现在散户也很精呐，所以你看啊，最近那个喉舌这个腔调都变了。人民日报啊发表评论文章说要从疯牛到慢牛，对吧？人民日报啊，它这个文章一出啊，那它是有指向性的。昨天又说啊，要正确看待国家队减持。我昨天节目也说了啊，对吧？既然大家都当耐心资本，你国家队就应该做耐心资本，你应该带头做耐心资本。有人说啊，国家队那是股市不行的时候进去了，股市好的时候减持，那凭什么你国家队可以救市，那人家散户就不能救市是吗？就这人脑子真的有病，知道吧？啊，你国家队救市，那我散户我不能救市是吗？那我救市，那股市稳定了我就走了，那没毛病啊。那为什么你要号召我去做什么耐心资本干啥？同样的一买一卖，同样的低买高卖，哦，你那叫救市，那别人这叫炒作。所以说啊，这个愚蠢的人呢，就说什么都没有用。这个现在媒体造神啊又开始了，这个短短的1个月里面推出好几个00后股神呢，先是有这个，对吧？研究生丈母娘的100万，短短几天净赚100万，后面有什么一个股神18岁开始炒股，现在已经赚了5000万，还差100万买法拉利。今天啊又来一个啊，凤凰网财经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啊，说00后投资者勇闯 A 股，有00后靠炒股挣到人生第1个10万元。哎呀，好不容易啊，这个接点地气了，00后炒股赚10万，这个显得好像这个真实度啊、真实性增加不少。嗅到重磅政策释放出的提振气息，一夜之间，新老股民 NA 都被唤醒了。19岁的夏悠然还在学校，一场家庭会议在线上紧急召开，形势不错，是涉足金融行业的父母的一致观点。在1万元本金的基础上，父母主动增资至5万元，让他练手，讨论哪只股票是潜力股，是家庭群每日必备话题。在我看来，这是一家都是赌徒啊！你看家庭群每天还讨论哪只是潜力股，也挺服的啊！一共6万元，居然赚了10万，那是150%啊，160%也不容易啊！绝大多数00后都未曾经历房地产等此前的投资机会，更没体验过2015年牛市与之后的断崖下跌，那肯定更没有体会什么鸡叫啊、530啊、半夜鸡叫。今年924行情以来，每日成交额超万亿，流动性显著提升的股票市场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我倒是觉得他如果真赚了10万啊，他就赶紧啊清仓，对吧？注销账户。我们再看一只奇葩的股票啊，这就是炒垃圾股啊，游资炒垃圾股的，下10天10个板，黑芝麻套住几万散户和知名游资，就是佛山系知名游资啊。这个知名游资喊话上市公司搬起还债。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最近10个交易日啊，高位人气股黑芝麻收盘时有2种状态，连续10天啊，它收盘只有2种，要么就是涨停，要么就是跌停，这倒简单。如此颠簸的走势下，虽然累计上涨42%，但显然也有不少股民被套。毕竟周二天地板时全天成交额超过20亿元，但随后
昨天和今天累计成交额只有不到10亿元。数据显示，目前该股的获利盘占31%，套牢盘则占70%。截至10月底，该股共有8.6万名股民。更有趣的是，部分股民注意到，本周二天地板的龙虎榜上一家独大的买一席位，就买的最多的啊，那个席位是知名游资佛山系。他第一天在买一的位置上面，第二天就跑到了卖一的位置上，卖出也是他卖的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周二的时候啊，它不是地天板吗？先是跌停，收盘又涨停，然后这个黑芝麻，大家都知道这种走法就是游资啊杰作，从跌停到涨停，实际上就是讲故事出货。结果这个黑芝麻当晚啊出了一个公告，一下就让游资傻了，打乱了游资的计划。黑芝麻说啊，根据广西高院近日做出了终审判决，公司对南宁儿童医院在广发银行南宁分行经法院确认的债务不能清偿时，由公司对南宁儿童医院不能清偿部分的1/2承担责任，赔偿金额以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所持广西广投国医投资有限公司6553万元股权价值为限，也就是负连带责任6000万。这个利空一出啊，第二天又跌停，结果把游资就套在里面了，就是知名游资佛山系。结果这佛山系游资说了放话啊，联系上这个黑芝麻的老板，6000万他来还，他捐赠给这个黑芝麻公司6000万，你把这个还了，他技术炒作涨停啊，出货。当然了，这也可能是吹牛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了这个胡适啊，它跟个赌场没什么区别，就是个赌场。我每天不厌其烦的说啊，对吧？这个胡适他一身的病没有治好，然后盲目的把它搞成牛市，这个遭殃的啊，这个是需要人买单，谁买单？都是可怜的小散户。你指着国家队买单吗？你指着保险资金买单吗？最终是散户买单。这么个猴市说来说去，它是零和博弈，它比零和博弈还差，因为它还有很多这个损耗啊，你比如印花税，对吧？你比如说大股东融资把钱拿走了，所以它比那个零和游戏还差，还要残酷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